香港人喺中山買二手樓一定要問清楚呢5個重要問題。第一，舊業主個產權人係一個仲係兩個？兩個人係咪都同意買呢間屋？如果其中有一個唔同意，到時候係過戶唔到嘅。第二，間屋有冇被查封、被抵押，一定要查清楚。舊業主佢仲有冇欠款，需唔需要用到你個資金去還佢個貸款？如果需要，你一定就要注意啲啦。第三，間屋有冇租客？如果有租客，買賣係唔破租賃嘅，一定要提前叫個業主同租客簽好放棄購買個協議。第四，戶口學位有冇被舊業主佔用？如果有，一定要叫佢提前遷出去，之後先唔會影響到你使用。第五，間屋個產權仲有幾多年？因為貸款呢，最長係30年嘅，如果間屋剩低20幾年，咁你係貸唔到30年貸款嘅。如果近排香港朋友有睇開中山個二手樓，需要了解到交易上邊各種各樣嘅問題，可以評論區話俾我知。